大家好，歡迎收睇中原工商鋪資訊台節目潘總在線啊！咁啊，今年咧渣馬咧好多人報名參加，亦都咧有唔少人咧報唔到啊！咁啊，而家咧有唔少意見咧就話搞2日啦，咁啊可能咧會吸引咧更加多嘅海外跑手咧嚟參加。咁啊，到底咧可唔可以強化馬拉松經濟咧？咁啊，今日咧就有請我身邊嘅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先生潘總咧同我哋傾下嘅。潘總你好，係阿 Yan 你好，係啊嗱，咁啊渣打香港馬拉松啦係體壇嘅盛事啦，咁啊今年報名人數咧創咗新高啊，有12萬，咁啊名額咧就得7.4萬個左右嘅啫，咁啊當中咧1/4咧係非本地嘅參賽者啊，咁啊分別咧係嚟自11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咁啊亦都話都係帶動到酒店啊或者係餐飲啊、零售周邊等等嘅商鋪咧都明顯旺場嘅，咁啊知道咧你今年咧都有落場參加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咧即係分享下你覺得咧今年嗰個氣氛係點樣，同埋咧周邊有冇多咗生意咧？又真係咁氣氛咧就係好好喎，真係嗱。如果講今年整體嗱，第一人數真係多啦，都即係爆晒標啊，有成12萬人去報名啊咁。咁雖然話有7.4萬人可以落場啦，咁其實人數都唔少噶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喺現場感受嘅氣氛咧，好熱鬧嘅。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啦，即係如果你係有行李擺放嘅，你咪喺太空館啊嗰邊文化館嗰邊擺放行李咯。咁跟住過埋安檢，咁跟住入彌敦道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尖沙咀嘅彌敦道咧變成咗跑道咧，其實係一件即係好開心嘅盛事嚟嘅，真係。咁啊人頭湧湧，個個等開跑。咁同埋大家知咧，因為開跑係分幾段噶嘛，咁有分幾個段數去開跑嘅。咁通常咧都擠滿晒人噶啦，成條彌敦道都已經係。咁啊第一段開跑完，咁跟住第2段又上，第3段又上。咁啊人數好多嘅。咁啊成個彌敦道咧，其實附近好早咧有啲餐飲店鋪都開咗噶啦，已經。咁因為其實最早啊天未光5點半都開始噶啦，已經。咁跟住陸續去到8、9點都有場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咧，就係整體成個尖沙咀區咧，好多人行咗出去嗰啲行人路嗰度去睇嘅。咁又幫啲跑手打下氣啊，又幫佢哋影下相啊，咁樣咧好熱鬧。咁同埋當然起跑點嗰度咧，咁又有啲司儀啊，有啲主禮嘉賓啊，咁樣咧就講好多嘢，咁啊氣氛相當熱鬧。咁同埋大家睇咧，即係佢成個氣氛咧係延續得好長嘅，因為由尖沙咀彌敦道開始起跑，其實一路都係鬧市嚟嘅。由尖沙咀彌敦道沿路就直落咯，咁啊一路就去到佐敦、油麻地，去到旺角。大家真係冇諗過，喂，由尖沙咀沿彌敦道跑到落旺角，然後先轉上去海旁嗰邊，再上高速公路嘅啫。咁嗱呢一段咧，其實全部兩旁都有人嘅，咁所以咧人流氣氛係好帶動得到。咁同埋因為當日係星期日嘅上午啊嘛，咁有時好多人星期日就瞓晏啲嘅，但係嗰日好多人都好早起身喎。嗰日好早咧就兩旁嘅行人路都全部都係人噶啦。咁同埋咧就亦都喺一啲唔同段數嘅天橋嗰度咧，尤其是去到即係差唔多靠近西隧入口嗰一段咧，好多人喺度嘅，因為咧大家都好難得有咁嘅機會，你唔係坐車就肯定係坐車入西隧噶啦，你竟然可以跑步入西隧，一路再轉上去出西環，再跑入中環咧，又係好熱鬧嘅。即係成個氣氛大家睇到咧，兩旁啲人喺度歡呼啦，咁同埋一入西隧嗰陣咧，就個氣氛係更熱鬧。啲人群咧突然間好興奮，入咗西隧咧就個個喺度歡呼啊，喺度嗌啊，喺度錄影啊，咁咧就變咗整體成個氣氛咧都好活躍。咁然後就當然最後講更加熱鬧嘅咧，就係由中環嗰段啦，即係你由上環落到中環鬧市，就喺摩天輪嗰度啊，即係新海濱嗰度咧，就兜個圈咧，就跟住就跑入去灣仔銅鑼灣。其實實際上咧，你係入到去灣仔駱克道飲食段嗰一段，即係崇光後邊嗰一段嚟㗎啦，已經係。咁然後咧就沿住唐街就跑入去維園衝線。嗱，咁呢一段咧其實就係銅鑼灣鬧市嚟㗎啦，已經係。咁又係可想而知咧，就兩旁好多人去幫啲跑手打氣啊、歡呼啊、影相咁咧。咁整體帶動嗰個氣氛係相當熱鬧啊，尤其是今年
即係如果講係全馬好啦、半馬好啦、10K 好啦，咁都有好多特色啊，好多人物扮鬼扮馬嗰啲出現都有噶嘛。咁啊今年啊更加有特色啦，我哋香港好多明星都有出嚟跑噶嘛。咁你見到周潤發又帶隊啦。咁啊今年佢啊再特別啲啊，佢就帶領幾位 over 70歲嘅長者藝人去跑啦。喂，咁你見到鄭則仕啊、劉江都80幾嘅咯，鄭則仕70幾嘅咯，仲有鮑起靜啊嗰啲，咁一齊跑10K，其實大家都幫佢哋打氣嘅，咁啊即係又即係都冇乜藉口啦。我見第日好多人都 po 出嚟，哇連鄭則仕都去跑，你冇乜藉口唔做運動啦，係咪？嗱咁所以成個即係揸馬嘅運動嚟講咧，都可以講帶動到香港一個即係運動嘅氣氛啦，亦都令到呢個真係叫體育界嘅盛事，都帶領到成個香港嘅一啲發展啊咁樣，咁啊氣氛相當好啦。係啊，咁我相信咧，即係都大旺埋咧，即係周邊嘅一啲食肆啊，一啲鋪頭啦。咁啊嗱，而家就講緊啦，即係7大馬嘅主辦城市，其實每年咧都從賽事咧係獲得即係比較可觀啦，無論係直接或者係間接嘅經濟收益嘅。咁啊，你又覺得啦，即係跑渣馬嘅海外跑手普遍咧都屬於即係一啲高消費嘅客群啦。咁啊，平均都逗留咧係4至5日嘅。咁你又覺得香港咧點樣可以進一步放大即係馬拉松經濟呢個效應咧？咁其實就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講話跑開馬拉松嗰啲朋友咧，都好中意去集郵咁集噶啦嘛，好多個國家啦。而家我哋講7大馬咁樣，咁其實咧，如果用翻海外其他國家嘅一啲經驗嚟計咧，其實佢哋係辦活動係唔止1日嘅，咁有啲2、3日啊，或者再長啲啊咁。咁其實係有好多跑友咧係遠道而來噶嘛，搭飛機啊，好遠水路去到玩嘅。咁其實主要係咩咧？係去真係一路跑步去欣賞嗰個城市，去深入啲去體驗一下，即係嗰一個城市嘅一啲氣氛啊咁樣。咁係好難得嘅機會嚟嘅。咁所以通常佢哋一係就唔嚟啊，一嚟就唔會跑完即刻走嘅。咁所以咧就起碼都逗留幾天啦。咁逗留幾天咧就可以創造好多收入咯。嗱，咁酒店業務就一定係有進展㗎啦。咁其他咧，既然嚟得體驗成個城市咧，咁佢一路逗留就一路會係觀光啊、購物啊、飲食啊、娛樂啊，咁全部都係會有即係帶動得到啦。咁如果講翻我哋自己香港咧，其實大家都認為香港好特別嘅係，其實香港呢個城市咧，佢又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嘅海景好漂亮，有山景又有城市景，城市之中咧，佢係1級嘅國際大都會嘅城市。咁尤其是咧，你跑到落去中環咁啦，喂，中環其實最出名，即係如果講話即係成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嚟計咧，你都可想而知，話喺金融中心可以跑嚟跑去嘅幾開心嘅事咧。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令到香港嘅一啲特色可以俾海外嘅人士去了解多啲咯。好啦，咁你話點樣再創造多一啲經濟嘅收益咧？咁當然啦，嗱而家成日提，喂唔好搞1日咁少啊，會唔會搞2場、2日啊、3日啊咁？咁當然啦，嗱佢個時間長啲咧，咁人逗留喺度個時間亦都會長，同埋報名嘅人數都可以多啲。咁你見我哋今次12萬人報名，得7萬幾人可以落場玩啫嘛。即係如果能夠係令到多啲人次係可以喺度玩咧，咁當然對個經濟收益就會大啲啦。咁亦都要諗咧，其實佢係路過嘅一啲路程咧，即係佢都係喺市中心嘅地方比較多。咁其實好多周邊嘅一啲商戶都會即係受到即係佢嘅影響啊，即係能夠係帶動到多啲生意啊咁啦。咁所以整體我就都建議下嘅，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大型嘅體育界嘅盛事，如果能夠加強版本，即係去再創造多啲經濟收益咧，咁又可以即係運動於經濟啦，經濟於娛樂啦，咁又可以宣傳到香港嘅一啲特色啦。咁對整體香港嗰個經濟發展咧，都一定係有好處嘅。係啊，咁啊希望咧呢個馬拉松效應咧可以繼續落去啊嚇。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咧潘總咧同我哋傾咗咁多嘅，大家咧記住 like share 同埋訂閱我哋 channel， 同埋咧撳埋個鐘仔，亦都下面咧留言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